iShowSpeed 全封式訪港，真假交織嘅文化奇觀。美國網紅 iShowSpeed 以誇張狂躁嘅直播風格，稱霸網絡嘅20歲 YouTuber 喺2025年4月初訪港，作為其中國巡迴嘅尾站。佢嘅到來掀起咗一場猶如演唱會般嘅熱潮，卻亦暴露咗香港喺全球化流量時代嘅文化尷尬與深層焦慮。喺銅鑼灣、海洋公園、港鐵站等地，粉絲逆行扶手梯，衝出馬路，混亂場面同大陸官方精心策劃嘅巡迴行程形成鮮明對比，讓香港成為呢場大外宣中嘅裂縫與鏡像。網紅現象嘅崛起與 iShowSpeed 嘅全球流量神話。iShowSpeed 係 TikTok 時代嘅典型產物，憑藉狂怒尖叫、扮狗吠等抽象行為走紅，累積3800萬訂閱。佢以美式黑人文化嘅 chaotic 能量吸粉，既能喺街頭分食麵包，展現親民魅力，亦因言行失控，屢惹爭議。如在2021年因性騷擾遭 Twitch 封禁，或喺2022年世界盃直播中對中國球迷喊 Konnichiwa， 引發種族歧視爭議。然而，呢啲事件非但未削弱其人氣，反而成為流量時代嘅梗文化，助推其全球影響力。喺呢次中國巡迴中，iShowSpeed 被視為說好中國故事嘅利器。大陸官方以無人機航拍、高鐵直播等方式，從上海到深圳，打造咗一場全景式嘅國家級綜藝。新華社等黨媒稱其直播展現真實中國，但呢種真實卻經過精密設計，成為國家形象輸出嘅工具。香港嘅失機與文化尷尬。作為巡迴尾站，香港原本有機會展示城市魅力，但因缺乏組織與應對，行程顯得混亂無序。從銅鑼灣打小人，到海洋公園睇熊貓，再到港鐵站，閘機被粉絲破壞，場面混亂，引發網民批評，一手好牌打爛咗。旅發局曾經提出協助，但未獲回應。行程完全由 iShowSpeed 團隊自行安排。相比大陸嘅精心策劃，香港嘅混亂顯得格外尷尬。更有陰謀論認為，大陸或刻意通過香港嘅混亂嚟凸顯自身秩序，強調社會主義嘅優越性。當 iShowSpeed 喺尖沙咀與大陸遊客交流嘅時候，岸邊香港粉絲嘅狂熱追逐成為對比，讓香港嘅香氣喺全球3800萬觀眾面前暴露無遺，真假交織嘅文化張力。iShowSpeed 嘅訪華之旅，既係大外宣嘅道具，亦係真實嘅裂口。佢喺香港街頭嘅即興互動，如分食麵包、教學普通話等，展現咗親民與真實，卻難以被國家機器完全操控。而大陸行程中嘅安排，如深圳嘅無人機表演與 Tribal Scream 演出，因過於刻意而顯得生硬。呢種真假交織嘅張力，正係 iShowSpeed 現象嘅核心。佢既係美國黑人文化嘅代表，亦成為中國文化輸出嘅工具。佢喺香港嘅即興表演，讓人聯想到耶穌與甘地般嘅親民神話。但呢個背後係全球化流量時代嘅道成肉身。一個無神論國家借助網紅嚟重塑信仰與熱鬧。香港嘅自我暴露與文化焦慮。香港本地網紅托歌嘅參與，成為整場直播最尷尬嘅一幕。佢試圖用英文同 iShowSpeed 互動，教其講 Delay No More 等粵語粗口，但未引發化學反應，
反而被直播聊天室嘲諷為 loser。呢個暴露咗香港文化中肉麻當有趣、忘舊當好笑嘅幻覺，讓鄉民喺國際視野下感到羞愧。呢種生存焦慮與市儈文化體現喺一系列荒誕場景中。拓哥喺纜車上硬燒自己，白卡聯盟喺山頂高唱黑玻璃，無意間成為笑柄。呢啲文化交流未能展示粵語嘅博大精深，反而加深香港喺全球化時代嘅自卑與尷尬。